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18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雷军最近和小米似乎摊上大事了。小米和雷军频繁上热搜，但是和以往上热搜不一样，最近上热搜负面的居多。雷军这位曾经信心满满，宣称用1999元颠覆传统手机行业的著名企业家，他旗下小米汽车首款车型苏七上市几个月就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退货潮和公关危机。现在网络上对小米汽车质量的质疑，用户维权视频疯传，小米门店前退车的长龙，雷军的造车梦正面临现实中的巨大的灾难。一度被视为智能终端进军高端制造的模范的小米，为什么现在反而成了众多造车新势力中一个翻车的典型？造车新势力有很多，小鹏、蔚来、理想，但是没有一个企业像小米这样口碑落差这么大。也就是刚开始口碑特别好，现在一下感觉这个黑粉，我们打个引号，黑粉全部出来了。从苹果造车到保时米，雷军的模仿逻辑遭到了幻灭。我记得前不久咱们在节目里面也介绍过，当时是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上海的车展，雷军没有去，或者就没有大肆宣传。小米遭遇什么？正好遭遇工信部对智驾进行整顿，工信部对隐藏式门把手、对新能源汽车被广大用户所诟病的这些进行整顿。这些新能源汽车厂商没有什么好吹的，离了智驾他还吹什么呢？隐藏式门把手不行了，更没得吹了，只能吹大冰箱、大彩电，舒适，老调重弹，没有新意。所以这些新能源汽车的弄潮儿对这个上海车展不再感兴趣，没得宣传了，没有亮点。我们具体到小米雷军这儿，雷军他的出名，实际上在他做这个手机之前，他在互联网行业已经小有名气。雷军做手机也是一波三折，做小米手机一问世，雷军毫不掩饰自己对苹果的模仿。他在演讲 PPT 的时候就高度的模仿这个乔布斯，动作、穿戴、牛仔裤、T 恤衫都在向乔布斯致敬。当然了，模仿乔布斯的不是小米一个，不是雷军一个，有很多人都在模仿乔布斯。但是雷军获得了网友的亲切的叫雷布斯的外号。当然，雷军本人也很享受雷布斯这个称号。大家也能理解，那个时候在手机领域创业的这些人呢，都是以模仿乔布斯而感到自豪。但是模仿成功的也只有雷军。从 UI 设计到产品发布节奏，从生态系统构建到硬件布局，小米一直将苹果视为产品哲学的导师。雷军本人甚至直言，小米未来要成为中国的苹果。所以当苹果在2021年爆出内部正在研发苹果汽车的消息后小米迅速宣布跟进，成立智能汽车部，并将造车上升为集团级战略。网友把小米手机的成功把它归功于雷军的互联网营销，这一点雷军也是在极致的模仿苹果。大家也知道，以前国产手机全部靠广告，各种广告轰炸，大家还记得吧？什么波导手机、手机中的战斗机等等，包括现在还知名的一些什么国产手机，都是靠广告，电梯广告、平面广告。但是小米手机人家不打广告，靠的是互联网营销，靠的是叫什么饥饿营销，靠的是这种一年一度的产品发布会。小米手机的成功让雷军对模仿苹果，对吧，产生了这个毫不动摇的信心呢。所以苹果要造汽车，小米立即跟进。但后来发生的事情有点出乎这个雷军的意料，因为苹果在砸了100多亿之后，反正10几亿美金，好像是2023年是吧？还是23年底，苹果居然宣布不造车了。咱们当时也做了个节目，这一下就尴尬了。
这本来人家打算抄苹果的，对吧？这就像平时这个学生抄作业，大家都抄那个学习好的，等他做完咱们抄。结果这个学习好的他不做了，你说怎么弄？抄无可抄，急死个人。苹果他放弃造车，这似乎小米一下没了方向。至于苹果为什么放弃造车，咱以前节目也说了。首先一个，新能源汽车的供应链比手机要复杂得多。新能源汽车它的什么电池、电驱、底盘、安全系统需要大量的外部合作单位，而这些外部合作单位，他们有多年的发展，实际上每个人都有一块自己的领地。你比如电池，是吧？叫宁德时代，苹果要整合这些供应链，它不像手机那么容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造这个汽车对苹果来说已经是鸡肋，叫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大家都知道，苹果它是靠专利、靠技术、靠垄断，它的毛利高，它的苹果手机就是这样的。大家要脑子里有个印象，咱们全球手机行业的利润90%是苹果赚了。但是这个90%准不准我不知道，反正绝大部分是苹果赚了，剩下的10%或者20%的利润是安卓手机，其中这个20%利润里面的又有10%或者多少是三星赚走了，剩下的是咱们的小米手机、某维国内的那些手机加到一起，只是整个手机里面5%的利润。说这个的意思就是苹果它靠它的操作系统，靠它的护城河，靠它的专利，它赚走了整个手机产业里面的利润的。这手机行业应该80%、90%这么一个数。我们的国产手机天天在那吹，实际上就是挣个热闹。小米手机的利润还真不高。那按这个思路，苹果造新能源汽车，它很难维持这么高的利润。新能源汽车已经卷成这样，苹果也很难拿出一个什么操作系统或者一个什么方案能够一统这个新能源汽车市场。所以说它痛定思痛，虽然花了10几亿美元研发，但是还是放弃了。如果苹果深入新能源汽车领域，就赚了10%的15%的利润，这个不仅不会对苹果的股价有帮助，反而会拖累它的股价。而且在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苹果跟特斯拉竞争，它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胜算了，不像手机领域碾压式脱颖而出。咱们的新能源汽车刚开始起步，一直到特斯拉进来，那是什么一个现状？实际上还是一个基本上处在一个骗补这么一个阶段。小米正是在看到苹果打造科技汽车的构想后，就断定这个市场大有可为，现在介入还来得及，应该是下一个爆点。于是全力跟进，调动整个生态链资源，强推造车计划，然后在它的技术储备、供应链整合、品牌战略都远未准备好的情况下，小米做了一个不属于它擅长领域的大赌注。我们作为非专业人士，我们也知道手机和汽车那是两个事情。手机有问题，你顶多打不通电话，顶多死机，你还能怎么样？汽车出问题那是安全问题，那是要人命。你看这完全两个领域的事情啊！你手机变成砖头，那能怎么样？但是汽车，高速行驶的汽车，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所以说啊，雷军这次跨越啊，已经不是说什么技术上的跨越，那纯粹是两个风险等级完全不同的领域跨越。恰恰是这个要了雷军和小米，或者是给他打击巨大。问题来了，苹果都不愿意干的事，放弃的事情，小米为什么持续跟进呢？这个问题恐怕也没有人知道真正的答案。事实就是小米它就这么干了，这个似乎也注定了雷布斯要遭遇失败的命运。因为这一次啊，他没有学苹果放弃，他要独自走下去。前方没有了领路人，也没有了灯塔，这个小米选择独自远航。你不能否认，小米汽车最初的销售就是营销非常成功，他把小米手机的营销移植到汽车上了，营销都差不多，主要是利用消费者花小钱办大事的心理。他推出了高端豪华车平替的概念，所以网友给他起个名字叫保时米，正好保时捷那个车的外观专利到期，也就是说其他的厂商可以放心大胆
大大方方的去抄，人家专利到期了。正因为外形酷似保时捷，所以小米汽车雷军本人在发布会上再次移花接木。你说我长得像保时捷，我就是要这个代替保时捷。当然他原话不是这么说的，原话是他要打造100万级性能的豪华轿车，对标的就是100万级的。你看只花20多万你就能享受100万级的豪车，多少年轻人呢趋之若鹜。短期内创造了巨大流量，但也带来了极端错误的用户预期。用户们被雷军的宣传暗示能用20万就能得到保时捷的享受。那个车开在大街上，你不仔细看那就是保时捷啊。当然了，他说兄弟还挺多，反正长得像的也挺多的，但是那人家速度快，人家启动快，100米加速快。这不有人开了个苏7在摩托车手群里面要跟人怼直线吗？最后怼出命案，这个都报道过，那不就是体现它加速快吗？但雷军可能忘记了，中国消费者还有一句话叫便宜没好货。小米宣传中强调跑车级性能，实际交付体验中呢却出现续航缩水、底盘偏软、操控普通等问题。而小米的造车工艺更是惨不忍睹，居然出现天气变热后前机器盖子因为热胀冷缩而鼓起来的情况。在网上很多视频，也就是本来这种汽车工艺要求你严丝合缝，而且汽车的外观你2个拼接的地方，比如车门，主要看你缝隙大小。结果小米苏7交车的时候看着还可以，但是一热胀冷缩一跑，2块板子交接的地方就是参差不齐了，已经龇牙咧嘴，没办法做到严丝合缝。小米汽车的质量在权威的国家级质量机构评比中惨遭垫底。在这次翻车之前，小米汽车就已经出现因质量问题导致3人被烧死的惨剧。这个应该3月份发生在安徽省铜陵境内一个高速上，3个武汉的还没毕业的女大学生去池州市参加叫公务员考试，晚上10点他们驾驶小米汽车在高速上发生悲剧，3个人碳化，好像是这样。这次事件是小米汽车整个的大翻车。或许以前也有人在批评这个小米汽车的质量，吐槽，但是都没有形成一个声势，都是偶发现象。但是自从那一次车祸以后，这个小米的汽车风评那就直线下降。渐渐的，社交媒体上出现了特斯拉车主看不起小米车主，小米车主退车换比亚迪，这些话题这些讨论就开始发酵。小米汽车的品牌形象出现惊人的崩塌。雷军本人好像也很长时间都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出现。大家知道小米的形象主要靠雷军去宣传，就像某些网红超市一样，创始人不停的在那儿搞热点话题，他一天不上热搜就不行。虽然那个创始人说了，我不上热搜了，我不发社交媒体了，但是狗是改不了吃屎的，没消停2天，你看那网红超市他又上热搜了。这创始人自己不出来逼逼，不出来说，他换了一个管理者出来说，也就是这叫流量焦虑，他一天不上热搜他活不下去。这个就是成瘾机制，吸毒是一样，没办法。那大家自己可以去看，反正我一看到这个热搜，我就觉得这个恐怕离完蛋不远了。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你迟早有一天会被流量反噬，跟小米是一样的。小米汽车不就是遭流量反噬吗？所以我们接着往下看，自从铜陵高速车祸以后，小米品牌形象就是出现惊人的崩塌。保时米这3个字已经成为新能源汽车鄙视链的笑柄。尽管雷军在发布会上强调，从芯片、算法到整车控制，我们都掌握核心技术，但业内人士普遍指出，小米汽车的智能化远未达预期。苏7在语音识别、自动驾驶、人车交互等方面表现平庸。所谓全场景智能座舱，在细节体验上远不如其他国产品牌。小米的自动驾驶依赖外部方案，缺乏闭环自研能力，也就是它那些东西方案都是采购来的，都是整合的，不是整个自己自研。你拼凑起来的，总有磨合问题，总有这种协同问题。比如一个对标保时捷以性能为卖点的品牌，
小米汽车的底盘与操控仍由传统的国内车企代工拼装，用户实测称跟思域没啥区别，悬架调教偏软，转向模糊，高速行驶时稳定性不如预期，有车评人称其为假跑车。要说到高速行驶，这个我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这个好车和差的车啊，你速度开得越快，越能体现出来。好的车，你比如说 BBA， 开的速度越快，它越稳。当然是我说是轿车，不是越野车。但是你要其他的品牌的差一点的车，你感觉它要抖起来了，要散架，你感觉它屁股在甩。这些性能不是靠模仿的车壳就能解决的。除了能烧死人之外，小米汽车的质量也是小毛病不断，大量交付车辆出现品控问题，雨刮失灵、中控死机、异响门板、断电重启等。根据社交平台大量的视频爆料，提车当天进维修站屡见不鲜。这个小米一直以供应链管理见长，但在整车制造这种需要高度系统工程能力的领域，单靠手机思维显然是不灵的。最令小米难堪的是，他曾引以为傲的米粉，这一次变成了最早的退货大军。不少用户反映自己是在情怀加雷军号召力的驱动下下定，结果提车后感受到了廉价科技感与过度营销造成的落差。尤其是对小米智能化体验失望，硬件质量不稳定大量出现后，就形成了退货潮。部分车主甚至拉横幅组团维权，直接冲击小米品牌公信力。而小米的公关团队在此期间应对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官方客服统一口径，没有质量问题，属于个案，这成功激化了用户的情绪。雷军的个人微博也沉默长达2周，被网友质疑只会演讲不敢回应。虽然有部分微博大 V 和车评人替小米洗地，但却反而加剧了舆情的崩塌。或许雷军终于认识到小米毕竟不是苹果，更不是特斯拉。苹果之所以能放弃造车，是因为他明白汽车硬件的特点，使得汽车的生产不能靠复制电子消费品的模式去实现。而小米之所以坚持，或许是他看到了特斯拉的成功，就觉得自己也能行。毕竟雷军在汽车发布会上演讲时，没有再模仿乔布斯的穿戴，而是开始模仿马斯克。或许他以为自己真的已经全面掌控了中国消费者的心理。最近是不是小米的新推出了一个高端车型，因为什么碳纤维的机器盖子前面露2个大鼻孔，就是进气的，结果消费者发现那个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现在要退货。这个事情闹得特别大，沸沸扬扬。这些要退货的这些车主而且搞了很多群，而且要集体诉讼。这些群里面这些人，他们的诉求说小米汽车对苏七什么 Ultra 这个名字叫的也挺有意思的，为啥不能叫个正经的中国名字呢？比亚迪叫什么唐宋，虽然还有点刻板，但是我也觉得比这个不中不洋的要强。你小米汽车你到底是想卖到印度，卖到美国，还是卖给这些中国人呢？你说卖给中国人，你为什么作为一个中国的企业，你叫个这么非常奇怪的名字？挖孔版涉嫌虚假宣传，主张退1赔3，人家要告小米汽车。现在人越来越多，你涉嫌虚假宣传吗？实际上小米汽车它遇到的问题，我想无论是质量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这在汽车行业，尤其在造车新势力，这都屡见不鲜，不是小米一家的问题。小米遇到这些问题，恐怕什么魏小李其他的厂商都遇到过。但为什么小米汽车这个给人感觉塌方更快，网上恶评负面评价像潮水一样的？实际上这个就是叫流量反噬啊！没有谁比小米比雷军更懂互联网营销，所以小米从造汽车开始就吊足了胃口，米粉的心牵动着互联网上很多关心新能源汽车的人的心。谁不想花一个20万或者是10几万就能买一个高性能的性价比超高的，对吧？你不仔细看还以为是保时捷的车，秒杀什么 BBA， 结果你交付的时候，你给你的粉丝交付的是什么个东西？
真金不怕火炼。最近这个雷军在小米15周年内部讲话也流传出来了，大家看视频。小米创业的15周年，这是一个大日子。我们呢也为15周年呢准备了一系列的庆典活动。但是呢，3月底，一场突如其来的交通事故，把这一切呢都击碎了。我们呢受到了狂风暴雨般的质疑、批评和指责。我和同事们一样，一下子呢都懵了。一位熟悉汽车行业的朋友告诉我，造车遭遇交通事故呢在所难免，但是呢谁也没有想到这场事故的影响如此之大，对我们小米的打击也如此之大。回想4年前我们决定造车的时候，我就一直特别担心安全问题，所以我们对于汽车的质量和安全无比的重视。经过汽车团队这么多同事们3、4年的努力，我们苏汽在上市的1年多的时间里面，我觉得质量一直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东西。我们在参与的所有的权威机构的评测里面，我们都拿到了最高分。但万万没有想到，这场交通事故呢，让我们意识到公众对我们的期待和要求远超了想象。其实此刻我才真正的意识到，我们一直觉得我们是汽车行业的新人，我们是一家创业的公司。这一次的事件让我深深的理解，小米今天的规模、影响力、社会关注度都到了非常高的地方。社会和公众要求我们去承担一家真正的大公司行业领导者的责任。我们这个只是其中的一小段。说实话，我听了这2分钟，我没有听出雷军有任何的这个叫反省。他说来说去是你们消费者有问题，你们对我的要求太高，这个就属于不讲道理了。消费者的预期为什么这么高？还不是你调动起来的吗？你一次又一次的演讲，一次又一次的新品发布会，你都在提高大家的预期。你现在反过来说，大家对我们的要求太高了，我们只是一个成立才4年的造车企业，是不是你们要求太高了？你吹你的智驾的时候，你吹你汽车性能的时候，你可没说你是4年，你比肩的就是那些100万这个价格的豪车。在你吹你车的性能的时候，是你一次又一次的拉高消费者的预期，在吊消费者的胃口，但你的实际的品质控制力要低于你的宣传的时候，就露馅了。你自己不承认，反而埋怨消费者预期太高。所以从雷军15周年内部讲话，我也没发现雷军有那种反省。如果你不狂吹智驾，会有那么多车主会误解吗？国家有关部门都主动出手整顿了，已经觉得再这么下去，你再这么胡吹乱造的，还不是指不定要出什么事。本身是个辅助驾驶，被造车新势力、被这些新能源厂商一吹，变成完全可以取代人的这个干预。从这儿也可以看出来，小米的危机公关现在出问题了。他还告这些车主，没有真诚的说向消费者道歉，辜负了消费者的期待。成也流量，败也流量，成也是互联网营销，败也是互联网营销。雷军这个10几年精心打造的人设，恐怕很快就要消耗殆尽。这个道理比较好懂，因为你的流量大的人多，流量大关注人多，它是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把你的优点放大，同样它也可以把你的缺点放大，它就是个放大镜。流量越大，越对企业有要求高，你不能有一点瑕疵，你但凡有点猫腻，你对不起消费者，你的缺点就会被无限放大。所以你在享受互联网流量的红利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它对你是个鞭策，就要你要追求100%，要尽善尽美，不能有一点瑕疵，否则很快就容易翻车。所以说当流量来的时候，在高兴的同时要
怀有一个叫敬畏之心。网红超市也一样啊，就这么天天搞流量，天天上热搜，总有一天他要被人抓住负面的放大，而支持他的那些人会突然觉得自己被耍了，突然觉得自己是个傻子。当他们醒悟到的时候，那就是他翻车的时候。你就像小米一样啊，我可以肯定，所有这些小米的车主都是喜欢小米才去买的，不可能说我买这个车就是想告他，我就买他车就想看他这个车垃圾造的差，都是因爱生恨，都是无条件喜欢小米，都是最忠实的米粉。但他拿到小米这个车之后，不管他是苏七还是这个跑车，没有达到他的预期，感到失望，由爱生恨。也就是说，没有一个说黑粉说我故意我就要买你一个小米车，好了给你，这种人非常少，也很极端。大部分都是忠实的米粉，他们是把小米送上神坛的主要推手，同时他们也是把小米从神坛上拉下来的主力，推的彻底，拉的就果断。所以说以后拉这个网红超市下神坛的，都是现在无脑支持网红超市的。我可以把话放这儿，他们以后推倒教父，那果断，绝对丝毫不会留情。历史反反复复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一点啊！不要在那儿装神弄鬼。姜文的那个电影《让子弹飞》，那个武状元他保护黄四郎，那也是忠心耿耿，最后让黄四郎死，对吧？有9种办法。这些米粉跟小米反目成仇，那就不止9种办法。那些把网红超市推向神坛的人，到时候要把他拉下神坛，那也是有各种让他体面的办法。月满则亏，过犹不及。何况你还是靠吹起来的，靠营销起来的，那就更得小心谨慎。小到企业，大到一个国家，也是这个道理啊。你想想几年前那个演员拍的什么《战狼》，厉害了我的国，现在再回头看看，这更像是一个闹剧。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